常常听人讲，这爱水唔惊流鼻水，头毛有想要染、想要电荷滴、电荷球，这真有可能对身体造成败害。美国去年就一项研究发现讲，甲这头毛电荷滴的滴发剂呢，这化学成分甲子宫内膜癌有牵连性。患者就对这产品是性上呢提出着集体诉讼，针对着媒体透过媒体到达已经有6000多人来加入，除了指控10多间业者暗砍健康风险以外，甚至还有种族歧视。不过这业者是强调讲，目前是无科学证据，通好来证明讲这产品甲钓竿的关系。非裔女性的头毛天生侪粗细，佮自然球无好整理，所以真侪人惊使用滴发膏做造型。69岁美容师不死，平均1个半月就要用一摆。伊伫50多岁就方诊断出子宫癌。今年8月，家己滴发剂致癌的集体诉讼5万2千真相。And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chemicals, relaxers could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If that's the case, if we find out that that's the case,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relaxers are taken completely off the market.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定使用化学滴发剂甲子宫癌之间存在关联性。了后，随有非裔患者对业者提告，代表律师随就发起全国性的黑人妇女患者募集行动，提出集体诉讼，指控包括莱雅甲鲁华农在内至少有10几间公司卖的滴发剂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等类分泌干胶素，是致癌化学物质。佫无经过人客，目前为止已经立案6,000件。代表律师之一克伦普强调，业者利用非裔妇女被迫追求柔顺的头毛，以符合白人审美观的歧视甲文化协标来行销，本质上也涉及民权问题。And many of them use these chemical relaxers because of society pressure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marketing from these corporations that should have known the harmful effect that these chemicals were having on their customers. 业者强调产品符合严格安全标准，个研究报告并无证明滴发膏甲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法院驳回诉讼。业界分析，官司成败会错怪伫原告敢会当证明业者调工暗砍致癌风险。那原告安怎证明家己长期使用产品甲安怎造成致癌，也是攻防要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